随意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3页。《六祖坛经》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2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3节，也就是尾啊算倒起来，解说甲第2节。就是解说甲有如定光，有定则光，无定则暗。这就是将定甲慧呢，摕迄个定光来说明。即摆应该说来解说下面，定是光之体，光是定之用，明虽有义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亦犹如是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来叫一只善知识，就安尼讲啦，讲定慧犹如何等啊？就是讲这个定甲慧，若要摕一个譬如来甲伊说明，就参像啥物呢？慧能大师自己就安尼讲，讲这呢就参像迄个定光。讲有迄个灯，就有迄个光；若无灯呢，光就暗啦。以咱现主时的日光灯，或者是讲电灯，嘛当好了解这个道理。在一间室内有日光灯，或者是讲有电球啊，这个灯，你有该倒电落去，也对开关甲切落去。光就照出来。当然，假如讲这间室内根本呢都无迄个灯火设备，就暗咯。有灯火设备，灯火发光就会光咯。所以下面接落就讲，灯是光之体，像讲日光灯光，或者是讲电火球啊，这呢拢是迄个光的体啦。这个光对倒会发出来呢，就是对迄个日光灯的迄个灯光发出来，或者是对电球啊遐发出来。所以电球啊，或者是讲日光灯的迄个灯光呢，这就是光的体，有迄个物件伫咧在发光。光是灯之用，讲迄个光呢，就是灯的作用。为什么他会甲伊叫做讲，这就是灯火呢？有发光才是灯火啦。假如讲若是未发光的物件，绝对啊袂甲伊叫做讲是灯火。假如讲你有甲伊牵电伫遐，结果呢，我若是有迄个电球啊，或者是讲有灯光，有迄个灯光，毋过呢，这个电球歹去啦。或者是讲灯光歹去，安尼对开关解拍开呢，根本火呢也是未发光，也拿呢，这就是变成讲歹去，就无迄个作用，都甲换掉去了。哦，所以迄个灯呢是光的体，也有光，迄就是灯的作用。名虽然是有两个，就是讲一个是灯火光。一个是灯火的迄个灯，虽然是有两个名呢，其实啊，体呢本来啊只是一个义。此灯火法也就如是，讲这个灯甲火的道理，也是甲这共款。灯就是体啦，火就是用，这完全呢就是站在自性本体所讲。自性不动之本体，这就是灯啦。自性不动之本体有零零角角的智慧，会当后来照了一切诸法，会当发生妙用，这都是慧。哦，所以才讲做此灯慧法，也犹如是。咱有一句话就在讲做理智一如，或者是叫做讲做理智相克，也都是这个道理。理就是理体啦，这个理体就是家所讲的灯，智就是智慧，
就是写所讲定慧的这个慧。咱从这个所在可以了解禅定甲智慧，虽然是讲有两个名称，其实呢是同一体，也就是讲一体两面。即摆咱各位先倒过来看第24页，另外搁再一段，思是将因，现之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以一切处行诸作恶，相行一直心是也。如正明经营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正道。莫心行添曲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若行直心，以一切法没有执着。迷人着法相，执一行三昧。直言常做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出戒者，即动无情，却是众多因缘。现之识，多是同流，何以曲直？心不自发，多即同流。心若自发，名为自薄。若然常做不动时，诸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为魔结恶。现之识，又有人教做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将此地空。迷人不会，便即成典，如此者众，如是相教故知大错。即嘛，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要来解说一行三昧。师是将因，伫遮所讲的师，当然就是指六祖慧能大师。六祖慧能大师开始大众就安尼讲啦，讲现之识啦，讲一行三昧者，以一切处行诸作恶，相行一直心是也。咱这大段呢，就是属于定慧品分来的第二段，就是咧说明一行三昧。啥物叫做讲做一行三昧？在这个所在啊，就将这个一行三昧咱平常所讲的意思，摕来甲咱各位做参考。这个一行三昧啊，是在咱经典内底，也可以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呢，老早呢就有开示过一行三昧道理。所以一行三昧这四个名相，毋是六祖慧能大师才开始讲的，就是在经典内底都有。不过六祖慧能大师所讲一行三昧，甲咱平常所讲，也就是讲在经典上所讲一行三昧呢，无一定共款。即嘛将通常所讲一行三昧先解说了后呢，再来解说六祖慧能大师伫遮所讲一行三昧。根据三藏法术所讲，这个一行三昧，一行三昧是啥物呢？就是讲为专一行啊，修习正定。专一行，就是讲只有呢专心在一项的修行法门，安尼呢来修习真正的禅定，这名叫做讲做一行三昧。在《大智度论》47有安尼讲，讲因何名一行三昧？诸是三昧，不见诸三昧，此眼彼眼，是名一行三昧。讲什么是一行三昧啊？讲若是安住在这个一行三昧啊，就无搁再看其他的三昧，根本呢，伊也袂去分别讲是此眼彼眼，这呢就名叫做讲一行三昧。
这个解说甲三藏法师的解说咧是有共款的所在。不见诸三昧，也就是讲无看到其他的法门，只有咧安住在这个法门上面，只有咧专心修这个法门。那要安尼讲起来，比如讲你修密道净土法门的人，就一直只有念佛，无论是行咧嘛念佛，坐咧嘛念佛，倒咧要困，在心肝底嘛是直直念佛，时时刻刻南无阿弥陀佛这6字呢，无离开伊的心，从头到尾，对于修净土法门呢，一贯到底，这呢就名叫做一行三昧。这个一行三昧不但是讲信仰顺意，而且呢修的法门也是顺意。这讲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。咱伫咧学会修行的人，若是讲为心较无定的人啊，你甲伊讲信佛真好，伊就来甲你信佛。信是呢感觉讲也无啥物好啊，也无啥物款的感应啊，好哩对啦。人就甲伊讲拜神搁较好，哇，赶紧来去拜神。拜神拜拜咧，也感觉到无啥物款的感应咧。咱甲伊讲信基督教较好，哇，反正过去信基督教。然后安尼呢，伊的心对信仰方面呢，根本呢就无专一。无专一，当然就毋是正所讲一行咯。当然，即款人是较少啦，因为究竟咱信佛的人，我那是会专心去信佛。但是对佛行若是讲较无研究的，可能信佛信神啊，偏偏共款是燃香拜拜啊，就会揽做一堆。甲你讲在信佛了，搁进一步深入去修行。这就较容易去复杂，比如讲，咱家看讲念佛上好，会当往生去上着世界，伊就念佛。念佛念咧，咱家讲啊，你念佛吼，无啦，坐禅较好，坐禅会当随时明心见性啊，见性就成佛啦，哦，较紧。安尼呢，伊就将念佛转去坐禅。坐禅坐一个人讲的明心见性，伊也无感觉明心见性啊。伫咧犹豫不决的时阵，咱家劝讲，修密宗上好，修密宗持咒会当即身成佛，哇，这上紧上好，都换搁再去修密宗。就亲像安尼，念去念佛，念去坐禅，念去修密宗，念去修其他，换来换去，这就叫做一行。这个一行就是讲，不但讲信仰爱纯粹，所修的法门也是一贯到底。念佛就是念佛到底，坐禅呢也是共款呢，坐禅到底。无论是行住坐卧，拢总都是咧用禅的功夫。对于这个坐禅，一生中会当一贯到底，这呢就是名叫做一行三昧。在咱普通伫咧解说一行三昧，就是伫咧指这个真正纯粹的信仰，或者是单一的修行。纯粹信仰，这可能较容易；单一的修行呢，就比较较困难。尤其是咱现在世人诶，拢是好奇，家己念佛念10年8年，嘛是迄个阿弥陀佛，无啥物奇卡咧。念佛讲一心不乱，我愈念梦想愈济啊，感觉这无效果诶款咯。哦，听到讲禅宗是我微妙，哇，好奇心来了，结果呢就开始要来去修这个。禅宗，即马禅宗修习咧，又感觉讲不对啊！
嘛未明心见性。那迄当阵呢，伊有搁在啊，换别装了，一定安尼换来换去。像即款的人呢，不在少数。事实上，这拢是完全错误。安怎讲完全错误呢？无论是念佛，无论是坐禅，无论是修密宗，拢是共款呢，真赶紧会当达成目的。在法文本身讲起来，会当真赶紧达成目的。但是毋是当达成问题呢？就是在你的本身。譬如讲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在弥陀经内底甲咱讲个真清楚，若一日、若二日乃至若七日，会当好念到一心不乱，阿弥陀佛对来甲你接引，安尼无急袂偌紧啊！念七日，阿弥陀佛就来带你去。那问题就是讲，你念七日是毋是当得到一心不乱呢？甲人讲，你念一个七日，袂当一心不乱，搁第二个七日，第二个七日袂当一心不乱，搁三个七日。因为咱本身无够迄个能力，无法度好念甲随时一心不乱，所以呢，一生中也是伫迄个所在念佛。慢就是因为咱家己本身啊，无够甲迄个功夫。坐禅也是共款啦，坐禅只要呢，会当互来悟，平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偌紧的，伊在五祖的门下前8个月尔，五祖就将法传开，这无紧要偌紧啦。但是这也是只有六祖一个啊。你看新秀大师虽然是在五祖门下亲近的真久呢，但是也无法度。所以这也是能力的问题。比如讲密宗持咒，会当即身成佛，这是无毋对。但咱是毋是会当好持咒持甲随时身口与三密相应呢？甲恁讲你袂当好持甲身口与三密相应，互你讲这个就是偌好偌微妙，原来是共款啦。结果呢，原来也是啊，袂当好紧无落来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我可以来找一个真简单的比例，就等于讲在药店迄个药啊，逐项都拢是好的药啊。问题就是讲，这个药啊，到甲你这个病人的身躯内，是毋是会当好甲吸收？是毋是会当好消化？你药啊食落，甲你讲你本身无迄个吸收的能力，药啊甲你的身躯内无效果。共款这个意思，每一个法门都拢是好，每一个法门都会当真紧，但是会紧袂紧，就是在你本身的条件。我安尼讲呢，目的就是希望咱各位，无论你是修倒一个法门，必须啊爱专心一意，毋通今仔日修这项，明仔再修迄项。安尼呢，修来修去啊，只有在门外伫伫咧说。袂当好啊，走去要到门内，根本呢无成功的一日啦。当然，念佛念一世人，感觉讲真单调；或者是讲坐禅，敢若伫遐坐，感觉真单调。呀，就想讲要什么款来较机巧，什么款来较好的、较紧的，都打妄想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一种分别妄想而已。这个伫遮呢，就是。用一般所讲一行三昧来解说，现只是咱来看正文，来了解慧能大师所讲一行三昧是啥物。慧能大师讲这个一行三昧啊，就是在一切处行诸作恶，常行一直心事啊。讲这个行诸作恶中，在一切处。无论是讲在啥物所在，行就是讲行动中行路的时阵，住就是讲点点徛伫遐，迄个时阵，坐就是讲坐咧，饿就是讲困。咱人若毋是咧行，都是徛伫遐，要么就是坐，要么就是困。所以行住坐卧都是包括咱一个人的起居动作。
在咱人每一个起嘅动作中啊，常常爱行迄个一直心啊。一旦行这个一直心呢，这就是名叫做一行三昧。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个一直心啊，因为你这个心得，当然啦，教你讲坐禅，你就会贯彻透底。比如讲，你所亲近的是禅师，比如讲，你所拜的这个师傅呢，是这个禅师。禅师教你讲，你好好坐禅哈，一旦明心见性，因为你心真得好。啊，师徒教我讲，坐禅的明心见性，我就较坐禅啦。对这师傅所讲话呢，无一句怀疑，这就是直心啦。教人讲心若无得的人呢，师教我坐禅，讲的明心见性，啊，但是有影无影呢，该想看卖，底下伫咧起分别伫打妄想啦，这呢就毋是遮所讲的一直心。所以，这个一直心，当然也就是讲，对一个法门会当贯彻透底。比如讲，伊所亲近的是属于净土中的师傅啦，一定教讲你好好念佛啦，会当一心不乱。伊讲好，我就好好念佛。啊，读书教官呢，我就来念佛啦。伊袂过再去想别项，这都是叫所讲一直心。但这个一直心的意思呢，也可以讲就是诚实的心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直觉的心。咱即马先来讲这个诚实的心，在《维摩经》的佛国品内底，直直讲，直心是菩萨的净土。那这个《维摩经》的注解，净调大师的注解就来讲直心者，为即直无忝。讲这个直心，就是讲真正率直。拢无忝曲，无弯弯翘翘。讲此心呢，乃是万行之本。就是讲你这个心呢，会当好真正率直，无弯弯翘翘。这呢，就是你一切修行法门的根本。要修行人的心直，这是上要紧。罗什法师观来讲这个直心，诚实心也。讲这个直心，就是真正诚实的心。你这个心真虔诚，真正实，这就是直心。讲发心之始啊，始于诚实。讲你这个发心的开始呢，就是要对这个诚实开始。你甲你讲发心开始，你这个心呢，若是无有诚实啊，这当然就袂使。那在这个普观机关来讲，言直心者离屈曲过。讲这个直心呢，就是讲离开迄个弯弯翘翘，也就是以这个心呢，直接来演这个真如，由此会当互来发起正直。所以这个直心有一名叫做正念真如。所以这个直心的意思，事实上所包含的范围呢，真宽。一方面就是讲你这个心真正率直，一方面就是讲你这个心呢真正诚实，一方面就是讲你这个心呢袂安尼弯弯翘翘。佫一方面较重要就是讲你这个心呢，会当直接来去回光返照，来去演真如的理体。结果呢，就是向内的一种的回光返照。那这个直心呢，又阁是一种的迄个直觉的心。所以佫做直觉的心，就是讲咱这个心的作用呢，乃是一种的无分别的迄个一念的迄个直觉的作用。所以这个直心呢，就是有遮尔真侪意义伫咧。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讲，所以一行三昧呢，就是以一切处行诸自我，常行一直心。所以这个一行三昧，就是讲心真正率直，心
真正诚实，拢无啥物款的冤巧，对一个法门贯彻到底来去用功修行。当其时，这个直心，也就是在咱禅宗所讲的啦，会当好来回光返照，来去照料自性。这个也就是直心，这个也就是一种一行三昧。所以在下面，六祖慧能大师才搁再提出迄个维摩诘经的道理起来说明，讲如正明经云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那这个正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啦，在维摩诘经所讲，就是讲直心就是一个道场。这个直心就是一个道场，就是在维摩诘经内底有一个光严堂主来品别佛段来讲，讲我想起我过去出这个比耶利大城迄个时阵，拄好维摩诘居士入来城内，也拄着伊。我呢就对伊甲伊行礼了呢，就问啦，讲居士你是伫倒来呀？迄当时阵维摩诘居士就问，就甲回答讲，我从道场来。我就甲问讲，道场是伫啥物所在啊？维摩诘居士就甲回答讲，直心是道场。所以伫遮所讲，这个直心是道场，就是讲真正率直的心，这就是修行的场所。也就是讲，人要修行，一定呢，就是心爱真正诚实，心呢真正率直。心袂使咧忝曲，心袂使弯弯翘翘。所以才讲做如正明经云，直心是道场。那这个直心是道场，以这个直心来去修行，这就是伫遮所讲的一行三昧。最近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讲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，这样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